快乐。来宾掌声鼓励你。 新年快乐哈！很冷哈，忍耐一下，我们快唱完了，会唱的一起来哈。才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坐在河堤上，看见天空的月亮，我们举杯把歌唱。突然发现今天的月亮特别亮。 原来是老人家说的月亮的如雨，他们说会发生大事情，也许吧，但是我们还是举杯把歌唱。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年おめでとう，감사합니다。大家好，我们是蓝星乐团，然后今年的第一天，恭喜各位哈，依然还是看到你们，那祝福各位新的一年新气象。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羊年，今年是羊年。祝福大家羊死了，帮我抓羊，羊入虎口，被犬洋洋得意，换你。什么？山羊摩托车，换你最左边的，最清醒的，光阳汽车，没有羊啊，光阳汽车好不好？光阳哪里有汽车？哪里我养机车啦，我帮他解释了。 我都背那种的。没有，他今天状况有点不好。啊，因为他今天哇，朋友，他今天是好日子了，很多朋友结婚。有点晕眩，对。他现在把自己锁入自己的迷宫里。他说他今天要当第一名呢，怎么办？解释一下。你先搞了，可能有人还不认识你。我们可以先唱歌吗？到底不会讲喽。哎呦，鼓手在呛你，等下我们再请鼓手跟你一对一哈。中间有一个桥段可以安排这样。可以，互鉴。他们就比赛阿丘吧。对。那也是一首歌哦。有吧？还没有创作。对。明年吃食。那是第3场的时候哈。会开始写，应该会加，因为我们经纪公司应该会加盐吧？什么？听不懂好不好？哪里有经纪公司？好了，因为我知道大家很冷，所以我们赶快唱，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
不是我们的歌啦，但是我个人很自私的喜欢它，这是部落常常会唱到的歌曲，叫蘸酱歌，这样，它会有翻译啦。在我中间的时候，我会一边唱一边翻译，听不懂就算了哈，就让它过去，就像2014一样，跟他说拜拜，谢谢。肩膀可以自己动一动哈，不规则也没关系。阿美族的青年很会抓鱼啊！我的天哪！阿美族的女生很会打直球啊，漂亮！阿美族的男生很会设陷阱，包括感情啊。阿美族的女生很会拿真心啊。蘸酱哦，好吃。是老人家最爱吃的耶。让我们掌声欢迎神山的沙拉手陆少华。新年快乐 ，Goodbye。没有啦，我们还有下半场。哦，还有，下半场再一首。怎么办？有没有热一点身体？有啊，可以回去了。没有了，还有歌了。对啊，接下来这首歌不得了啊！这个只有老祖了解它。真的。这首歌真的就像那首歌的感觉，我不会讲了，老祖来讲好了。我选择是你示意。好，这首歌是一首
我部落的长辈所写的一首歌曲，然后他听起来很轻松，很不像他写的歌曲。那等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到底我们会唱成什么样子的。这首歌呢由拉瓦来演唱，好，我们来演奏，来这样对吗？对。好，这首歌叫《好想你》。不，叫什么嘞？想你了，多一个字。多了一个字哈。因为我很多歌的歌名都唱的差不多这样。对，就是同音字音异同。对。但是差一个字就不一样的歌喽。对。好，我们下一首歌。什么？又唱了。是哦，还在唱哦。扣200。好吧，就是想你。好。谢谢。谢谢。嗨，大家好，我是蓝星乐团的拉瓦 LAWA， 然后我是来自新竹县五峰乡的泰雅族，然后我们头上的这顶花环呢是南王部落帮我们日夜辛苦的编织，所以要非常谢谢南王部落耶。好了，回来。
哦，谢谢。哎呦，刚刚老爸对我展现了他温柔的一面。对不起，有点转不过来。真的好难习惯哦。你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吗？好的。好了。接下来这首歌风格非常迥异，还是迥异了。囧怎么写？反正接下来这首歌，阿美组的，就是自己写的。这首歌。日本的。对。到底的？哪里的？对，就是在讲说阿美族的人，哎，其实所有的啦，族人子弟都不要忘本，这样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这样。然后想说用一点流行的乐术，因为年轻人很喜欢 rap 跟那个摇滚，有没有？我想说，哎呦，他们韩语都会了呢。对啊，像那个什么长腿的那个团体叫什么？长腿。少女时代。哎，少女时代，我们部落有部落的妇女时代。哎呦，真的。哪罗啊？没有，哇塞，真的那个他们的腿有保养呢。哎，怎么保养？有保险吧，有保险。你要知道，阿美族男人的悲哀就是在这里。母系社会有男生要帮忙按摩。真的好好保养。哎，我好像是阿美族的，还那么高兴。好了，反正开玩笑的啦哦。这首歌主要就是融合一些蓝调跟一些摇滚跟一点点的嘻哈，然后就是很多曲风这样融成的一首歌，叫《I Miss Rap》。就是希望告诉所有的人不要忘本这样子。我们的古调也可以很流行这样，然后所以有把一些古调融合进去，大家可以听听看《I Miss Rap》。
有杯子吗？你们？没有杯子的就举拳头。干了，新年快乐，干！来，我们喝绿茶。好，现在工商服务时间，工商服务时间。刚刚那首歌还可以吗？好，谢谢哈。要翻译的话，自己打 Google 翻译有没有 ？Google 应该没有这个语言。www 点冰修点 CP。什么啦？好啊，接下来有一个英雄人物要登场了，我让位。我们今天收到一个那个新年礼物，就是铁花村送给蓝星乐团一个非常可爱的 T 恤，它的这 T 恤的名字叫做“晒伤人”，然后穿了就可以跟老外一样，就是偶尔会打点小鼓。其实他的强项是主唱，可以吗？有兴趣可以到好店买。他的衣服就长这样啦。是这样吗？可能因为我们选错人了，就是。没有，他会说声，让他介绍。他要拍照，他要核销用的。没有，这个衣服就是我们请那个老外介绍一下，他穿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衣服真的很棒，因为很温馨。看我的衣服的下半部很像那个妈妈的感觉，没有？这很温馨啊，这个衣服。哎呦，真的穿的时候真的蛮觉得。是的，对啊，有需要的，真的跟我一样，真很有活力。今年真的。哦，我们铁花村有在这个贩售，一定要跟我一样穿这件衣服就对了。没有错，不会冷呢，穿那个哦，穿短袖。所以为了证明哈，他会不会冷，他等一下就是这样打鼓了。不要了，好了，我们谢谢老魏了。不一定要买，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欣赏一下不同的作品。我们铁花很多市集都是一些伙伴们，他们的作品都还不赖，这样很用心，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美丽的东西，经过了自己的巧手跟一点心思哈，具体呈现出来的就是那个完美的果实。哎呦，好的，果实。新年我的目标可以做诗人，很诗的人。你先酝酿啊，明年再说。去年我也这样讲。对啊。接下来这首歌实在是不好意思，这首歌那个曲是我不小心想出来的，这样，然后就问老外可不可以讲，老外说我说老外你写词好了，老外说我国语程度不好呢，就隔天他就歌词就传给我了，什么？没事。我没听到。老外你介绍这首歌。哦，这首歌。这首歌是我们两个要交作业的时候，是。我那时候在上一个课程，然后就是隔天要交歌这样，然后他是阿里奥嘛，他就说，我做这首歌，那词就交给你这样。然后我一直到要去上课前，我才把那个歌词写好。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唱起来就觉得有点恶心。可是后来我就也没有再改过这样。你不会恶心啊？我这首歌每次听的时候，我的心都融化了。好了，不错了，他写的词真的不错，很棒。好，开始了哈。是吗？我们可以停止那个互相那个吗？好。我手握比较有安全感。好的。改成手握式。好。直接进来了。想要的感觉，谢谢。拍手好不好？我喜欢这样的天空，这样的
我想要的感觉。嘿耶，谢谢。哎呀，你看你们的心有没有融化？哦，你看看哦。哎呀，借是要借。那个姐姐，哎，怎么很像很熟悉？哎，因为，那个目前我们看不到台下的人，无法评断。谢谢姐姐的厚爱。接下来这首歌不简单了。哎呀，这个部落常常会点这首歌的。投10块就有的。哦，真的，这个投10块还会连点5次，真的，在部落有机会哦。哎，这边有外地来的吗？哪里？我看台北。哦，谢谢谢谢，手会很酸哦。台北的隔壁，宜兰，哎，哟，有带鸭舌饼吗？哎，都没有带。哎，不是鸭舌，牛舌。鸭舌。哎，你们没有反应的，你们打岔，你们打岔哦。代表真的有啊，只是不是宜兰的。我刚才发现我讲那个啦，鸭嗓啦哦，鸭嗓啦。鸭嗓，是鸭嗓。有没有最远的国外的朋友？哪里？啊，こんばんは。私はリオです。嗨，说的是嗨。哎呀，你确定你只会讲这样吗？哎，那你讲。不要，我现在还没12点，我知道你想。要讲要害羞。先背啦。好，谢谢。哎呦，你们怎么会来？哎，我突然讲过，嗨，哎，我怎么听得懂？有点类似日语。哎，我的都有内建式翻译。哎，是。哦，谢谢你们来哈，你们是专程来看我们吗？哎呦，哎，我们有。悄悄话又放在心里。对不起，我个性又出来了。啊，是吗？他说他在日本看过我们。哦，他没去。他没有去了，他不知道。没有，他们去加拿大的时候，我是去大陆了。哎，又比了。坐2个小时就到，我们坐20个小时。哦，而且20个小时我玩电动玩到不想玩呢。我那时候搭错飞机，我搭到大陆了，你知道吗？好了，接下来下一首歌。好好笑，真的。哎，好好笑。原谅一下，神山的啦，神山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有点反抗我们了。哎，应该都是部落来的。已经来不及退票喽。好了，接下来这首歌真正的回到主题了。这首歌在部落里面，真的呢，有人结婚也唱这首歌，有点煞风景。可是好笑的是，连台下的人也跟着合唱这样。这首歌是刘文正大哥的，我们给他改编一下，叫《迟到》，谢谢。对，就是大家新的一年不要迟到了，要准时。Don't late。
巷子，走到底还是找不到。欢迎，如果有人要结婚缺乐手的话，找他哦，他很好算。我们一起唱哈，如果会唱的话。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烦恼，没有想你走，早已有个他，他比你先到，再一次。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我对你说声抱歉。谢谢各位，我们上半场暂时休息10分钟，谢谢各位，谢谢。很多人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比较不正经的乐团，就是很爱聊天呐，就是对不对？是吧？哎，你上来干嘛？哦，好。好，那我们呢？我是喇哇，然后他是喇外，他是来自你自己介绍。好，我是台东马兰部落，目前我住新马兰啦，我们都是马兰的阿美族啊，我是喇外。今天呢，我跟喇哇有准备一首，因为现在是我们卑南族的年祭打猎祭。对。带上这个花环呢，想说跟你们分享一首。来自陆森堡老师的一个创作，他的一个歌曲《散步歌》。然后那个，好，你讲。我可以看手机吗？我忘记印歌词，你们介意吗？介意？那我先去印。好啦，就第一次唱这首歌，希望好开始。如果有唱不标准的，不用骂的朋友，欢迎纠正。是的。好的，带来这首散步歌。谢谢。
semanar amau. Kaita muda-uda, inapatu senadau kada kemudana. Semanar amau kaita mua mia inapatu senaral kana kambulana mataya tika dari rangara kaita kaita rulaba akemayu aita semanar amau kaita muda-uda senadau kada kemudana matahika dari rangara 谢谢，重考了。我们从。再次间奏，他们是南王姐妹花的二花，一个是我的妈妈，一个是我的阿姨，还有舅妈在哪里？哦，舅妈，舅妈，舅妈。哎，你3段都要唱哦。好。哎，我们4个人对一个男生。Kaita muda-uda inapatu senadau kana kemudana mataya tika dari rangara akemayu aita semanar amau kaita mua mia inapatu senadau kana kambulana mataya tika dari rangara kaita akemayu aita semanar kaita mua mia inapatu senadau kana kemudana mataya tika dari rangara kemayu aita semanar amau kaita muda-uda inapatu senadau kana kemudana mataya tika dari rangara mataya tika dari rangara mataya tika dari rangara 谢谢，太感动了。耶！谢谢，我们下台了。谢谢南王姐妹花，谢谢。真的，我们能够有这个荣幸。等一下安口看他们如果还在的话，接下来这一首好了，我们赶快妈妈的唱完就安口。光环。哎，太多了哦。再次给我们的姐姐们，南网三姐妹一个掌声鼓励，谢谢，很感动哦。作为晚辈的我们受宠若惊，简称受惊。
还没12点。我现在已经超过深夜时段了，9点了吧？哎，我调一下麦克风的高度。好了，我们的乐手在吵架，等一下。因为他喝错杯子了。这是很严重的事。小气这些哎人，不要喝我的哦。哎，新年新希望嘛，宽容一点。他说：“哎，你拿到我的杯子了。”整个就很。然后另外一个说：“没有，那是我的，那是我的啦。”哎，总而言之就是这样。拍手好不好？在雨中找寻你，找寻你的心中。雨蒙蒙，灯也蒙蒙，行人也匆匆。在雨中，身旁只有树林洞。今夜我要找到你来。陪我诉说情衷，在雨中找寻你，找寻你的心中。大街上，小巷中，到处雨蒙蒙。在雨中，我的心事也匆匆。今夜我要找到你来，陪我诉说情衷。让我淌着眼泪，我淋着心，回想你笑容，回想你，情意浓淡无尽，一场梦在雨中，找寻你，找寻你的心中，大街上，小巷中，到处雨蒙蒙，在雨中。我的心事也匆匆，今夜我要找到你来，陪我诉说情衷。Yeah！ 大会广播，司机382的车挡住副总统的车了，还要自己跑到前面来。没有光照他。有没有光可以照他？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我们重复歌。对啊。我淌着眼泪，我淋着细雨，回想你笑容，回想你情意浓淡无尽，一场梦在雨中，找寻你，找寻你的心中。大街上，小巷中，到处雨蒙蒙，在雨中，我的心事也匆匆。今夜我要找到你来，陪我诉说情衷。怎么跟练习的不一样？老慧，你喝错杯子哦。老外有点喝错杯子了，附错身了啦。他今天好奇怪。怪怪的，对。好了，刚刚那首歌叫做《雨中徘徊》，大家去找欧阳菲菲姐姐跟那个叶爱玲姐姐，她们有唱过这首歌这样。那你选这首歌是？这首歌就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回忆，有听过这首歌的举手。哇，真的。会唱这首歌的举手。啊。
没有人呢。啊，有投币过的举手。也是没有点过啊。刚刚这边有人在唱啊，真的啦，有吗？哦，好，就这样，所以我选这首歌。天哪，好弱。好啦，没有啦，就是，好，就这样。好，下一首歌是好很可爱的一首歌，很可爱的一首，非常适合小朋友的歌。有没有小朋友举手？举手。好。你是吗？好，该回去了哈，很晚了。没有啦，开玩笑的啦，叔叔跟你们开玩笑啦。好，那我要唱一首歌给你们听哈。这首歌是我跟我以前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啊，然后就想到这首歌，然后给它玩起来，变成一首歌这样啊。我们来玩玩看哈。孩子，你是阿美族的吗？是啊，我是真正的。爸爸啊，那你在古尼亚罗伊苏？你来自哪个部落呢？那你独立古尼亚罗瓦，我的部落是独立。生的猪肉腌1个礼拜。你们平常爱做哪些事？抓鱼跟被鱼抓。
它结束，你们跟小黑一起合唱好不好？可以吗？就那个6个字一耶耶五哇哇之类的。准备好了吗？5、6、7，来，大声一点嘛！Please， 再唱吧。3、Go。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刚上台那是我的狗狗，耳下，它叫做耳下。那它的名字是因为那个泰雅族叫做水的意思，因为它额头皱眉头的时候有一个水字，啊，所以就叫耳耳下。下啊，水，水哦，水哦。刚找不到妈妈。我们感谢耳下上台好不好？耳下来，耳下。好，现在怯场了。耳下说下一首再叫我。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你好像还没自我介绍呢。对。老师吗？对啊你一定要都自我介绍。你好像也没有。对哦。有需要吗？有啊，不是每个。你那么有磁性的声音，一定要。问题是没有人看得到我啊。也是。有没有反光？我们有打灯吗？接下来请大家闭上眼睛，用感觉的。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捞主。我是来自雾台乡好茶部落乌茶崩岸，然后好茶村的我们部落的农特产品是土石榴，好几公吨，哎呦，真的卖不出去啊！你们要吗？年产量60万。真的，好，很高兴可以来这边唱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唱的一首歌曲是我们大家的永远的偶像，他还活着。讲错了，他昨天还有来呢。我们还有永怀领袖啊，完了。这首歌很好听，是陈建年所写的一首歌曲，叫《雨与你》。然后刚刚是唱雨中徘徊，我是唱雨与你，今天都是雨字辈的。对，我等一下唱我的眼睛在下雨呢。你可以不要讲话吗？别叫爆！请问一下有没有口罩？裹的那种的。等一下，借一下。太过分。我那边有扣带。好了，再动画画会掉。然后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们把它改编一下，用我们蓝星乐团的感觉，这样你就稍微感觉一下。哎呦我的妈！在雨中漫步，在雨中徘徊，而且不成雨伞跟雨衣哦。这浪漫极了。就是要淋到雨，因为我很喜欢下雨天哦，因为那个雨落在土里，然后散发出来那个味道。而且他下雨的时候一样在外面吃饭呢。对，顺便喝汤啊。那就放姜跟那个味素啊，就有汤了。怎么下那么小啊？还要打电话骂气象局呢。你知道我刚吃完很渴吗？我先放一点海菜。山上哪里有海菜？可以买啊，我。好了，我的资讯不发达。对，好，那我们就带来这首《雨与你》。
直聊到底，就像你对我的爱一样。与你都是我生命的所有，与你编织了美丽的梦。谢谢大家，与你。Good， 哎，那里呗。为什么选与你？哎，应该问的这个。对了。因为希望明年雨可以下少一点。哎，这样就没汤喝了。哎，偶尔下啦。我觉得我不适合在你们中间当评审呢。哎，不知道给几分？哎，好了，接下来这首歌不简单，真的。不得了，因为这是我们唯一一首有在 KTV 可以点得到的歌，这样。我还是要宣传，再去点一次好吗？可以吗？拜托啊！还可以点吗？现在？现在还可以点你，但是你要点超过2/3哦，2/3以内他不会那个，他不会给我们钱。你超过2/3我们就赚到了0.1块，谢谢。然后我为大家带来这首钱柜跟好乐迪，还有钱柜跟好乐迪点得到的《等待与期待》，谢谢。就多喝几口，好不好？有一个女孩，她叫宝奶，在等待她心目中的男孩，一直等待，她能明白她渴望拥有一份真爱。一个男孩，他叫应该，他期待他心目中的女孩，一直期待向她表白，只是他还在心里口难开。我勇敢地走向前，不要害怕受伤害，再靠近一点点，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
爱，原来那个应该也是非常喜欢把奈，只是因为2个字害羞，他不敢说出来。哎，把奈我就跟你讲嘛，你早点接受他的告白嘛，你看到最后2个字跟别人生别人的孩子，哈哈哈哈哈哈，活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相爱要趁早，赶快跟你喜欢者的告白，不然他就会跟你说拜拜。2014年，拜拜，拜拜。那罗啊那罗啊，那罗啊那罗布那罗水那罗布那罗水分以内的在那边。我呀那有你，哦哎呀，哦呀那有你，哦呀，咿呀，哦呀那有你，哦呀。啊哦哎呀，哦哎呀，往右边。我呀那有你，哦哎呀，哦呀那有你，哦呀，咿呀，哦呀那有你，哦呀。好的。那我们目前这首歌赚多少钱？目前要等没有来的团长报告一下，16块吧，应该，2年加起来。哎，真的啦，我们刚刚没有开玩笑，就是大家有空去点啊。你不喜欢唱没关系，就给他放着嘛，好不好？那你就跟朋友来电，哎，我跟你讲啊，上次啊在哪里买之类的。可是 MV 不是我们拍的。然后 MV 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女主角很像那个已经去世的港星，这样讲好像不礼貌，不过真的很像。什么了？叫什么？徐冠才啊？不是啦。许英才什么？文才啊。文才啦，文才你们知道吗？就头发长长到这边那个，以前僵尸道长那个有没有系列？很像他。哎，这样讲出来，那女的要怎么活？观音吗？哎，你们许观音吗？还是什么？文才啦。反正他在戏里面叫文才啦，文才啦，哎是啊。阿文啊，哎都嘿，好不？啊才啊，竞赛啊，反正就一个人。可以了啦。丢了，哎，所以就是很像他这样，然后男主角也不是我们这样。然后总而言之，男女主角就一直搬桌子搬来搬去这样，那个剧情，我也不晓得，我也看不懂剧情，好像跟歌词有很大的出入这样啊，反正开心就好了哈。好，我没有不开心的，很高兴啊，很高兴啊。对。好的，好了，大家有空去点了哈。好，这首歌，是我们好兄弟啊，小鹿凯乐团的男主角喇叭告他所写的歌曲，已经快变国歌了，我在想。然后呢，去年跟阿英有一起合作，阿英是谁？文英啦，梁文英就是跟他一起。文英阿姨，我们一起去加拿大的少华。哎，又是少哎，对，我们不应该再讲这个往事，要嘛不好吧？那时候我们就是在加拿大，哎。少华其实他不是没有去，他是坐错飞机。我人在深圳。总而言之就是，他的新专辑也有这首歌这样，当然，原创的是喇叭告嘛，他还活着啦，不是要向他致敬，就是这首歌也很喜欢这样，这个就交给我们的女主唱来诠释这样，好吧？会唱的一起唱哈，为大家带来《卢凯的姑娘》。
来的姑娘，有花伞的姑娘。谢谢。太夸张了，法给。好的，粉丝非常热情。可以吗？来自日本又是加拿大的朋友。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私ははいはい。OK。你突然间都在人家休息时候插话呢。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又是阿妹组的歌，然后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很快哈，快乐的时间总是特别快，又到了时间说拜拜。又到了时间叫叔叔上来的时候。不好接，对不起，哎，洗过，跟着，新年新检讨。好了，不要乱讲话。好了，然后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头上的花环哦？这是莲花村的银珍姐为我们准备的，我们给她掌声鼓励。耶！每次来到这边都很像家人的感觉哦，这样。好，再来这一首，因为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不会潜水哦，潜水在阿美族来讲是一个传统，要会潜水、涉猎鱼类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这样。好，那因为阿美族大部分靠海嘛，也有靠山的啦，不过大部分海岸线这边都是靠海的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年轻人都不太会了，那像我也是不太会，就是顶多我一下去上来就很多章鱼这样，就是好 ，OK， 好，开玩笑的，就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加油一点哈，能够学习一点点那个传统技艺这样子。OK， 为大家带来这首米之任，就是潜水，好，谢谢。自在，苏里达，路上好啊，嘟噜爱不自己。
夏威夷。Ora ora, dale la patada en la cama, pasí, pasí.老伟，交给你了。等一下，你们不要误会，这前面是工作人员的。阿哥，叔叔，上来，叔叔。你们不回家，很晚了呢。啊，妈妈没有打电话给你们了。没有。啊，妈妈对你们好好。哎，我妈都对我好严格了。哎。我很晚回去，还煮一锅汤给我喝。哎，你们在回应什么？阿姨都说哎呀，你要保护你们的脖子，让这样会紧急拉伤。所以要往前。我难了，往前面就难了。不然左右嘛。像那个印度的蛇呢，在吹的。不，那个吹笛子的应该会吓到。好，叔叔来了。uncle。好了，我们问一下鼓手有没有 uncle 球了？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 uncle 叔叔。好了，我们就再来这首好不好？因为我们要准备什么？好了，出来面对。拍手嘛！谢谢。基本上我们的团每个人都想做主角，有自己到前面的，都各自己组团了，这些人。不用自己带麦哦。不会自己带麦哦。哎呦，你好高哦！不好意思，这是我专属的。你就拿你的那个无线麦，你就不要再调了。那这个是，主放这边。
哎，对哦，他也要唱，没事没事。对不起，我装忙一下。没事，你们先玩游戏。我先开个小会，哈。装反了呢，人家怎么唱？哎，为什么我的头要这样唱？不是，因为我原来唱歌有点紧张啦。你讲一下嘛，我们昨天去海端，你做的。对，我昨天呢，我们蓝星乐团呢到那个海端参加他们跨年的活动啊。哎，这个是真的说来话长了。小心哦，老板有。我们有准备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是因为我有一个老哥叫达海，耶，因为我很欣赏他的那个古调啦，真的不能主不了。后来我们就原来我们就唱那一首，那是一首王洪恩的一首歌，叫《赚钱歌》。刚好我们现在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赚钱。我说的那个，我刚刚说我很崇拜的那个老哥他的古调，布农族的古调，嘟哦嘿呀，嘟哦嘿，哎呦，真的是，哎，这样啦，突然刹车了，你讲话。我们可以邀请他一下吗？耶，我们大海，我们给他一点时间，耶，我们要唱这首赚钱歌。哎耶我没错嘞，我的天，yes， 对。加速。好的，哎，我今天我又来办这个梗要怎么做？哎，真的很谢谢他。我知道我们是来大家掌声鼓励我们的大海，耶！大家好，你介绍没关系，屁股不要翘起来好不好？哎，好的。好，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布农族的古调，玩的很美啊！我就学了这首歌叫《赚钱歌》，是你写的吗？不是，是王洪。哦，那是王洪恩早期的歌曲啦。是的。小弟不成才。哎，不要这样说，那时候我刚好是他的鼓手。哎，那不重要。你布农族不能矮喽，布农族要赌。哎，那么客气喽。哎，还是矮的呢。好。什么？助理说我唱什么？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吧。像蚂蚁般来来又往，往仰望天空，我默默静静的想，山猪山羊，你们过得好吗？这里没有你们要的食物，想念你们身上的味道，我渴望回到美丽的森林。贝西卡拉巴古诶耶咿呀喽咿呀喽，我是古嘎拉哦诶耶。陌生的
在走路还是怎么样哦哈。好，谢谢各位蓝星乐团，祝各位新年快乐！希望大家有空到我们 FB 给我们点赞哈。好的，蓝星乐团爱你们哦。要拍照的到左边哈，到左边哈。好，谢谢各位。